后来早起，伫这个立法院的外口，有真侪挺拿的民众来声援，其中挺韩国瑜的大将邢仁兄嘛来到现场，要率领民众爬过这个骑马，冲入立法院，甚至有支持者因为情绪伤过激动了，昏倒在地，场面真混乱。 官方 GQ 插掉手套，民众不管警察的警告，想要爬关冲入国会，要抗议总统府这摆监察院人事名单。但是无几分钟，就有支持者软脚昏倒在地。就是不爱予人事案通过，国民党的立委发动占领国会的行动，外口的声援嘛真大声。 这边才讲要清场，外口就要冲场，占领国会第一个透早，内外拢真混乱。